大家好，記唔記得小林第一聲我同大家講過啲咩嘢？我話當年如果第一天我踏足香港嘅演藝界，黃子華係我嘅親密戰友嘅話，咁以下小林嘅第二聲呢位日本明星西協美智子對我嘅影響就好大啦。西協美智子嘅出現，令我喺80年代至到90年代喺香港嘅電影界，甚至乎去到日本嘅藝能界，足足有個10年。多姿多彩嘅發展。我同西協美智子嘅關係可以從1988年一部香港電影《雌雄大盜》講起。呢部電影就巴閉啦。當年喺日本請到無面超人 Kamen Rider 藤岡弘、Fujioka Hiroshi 同埋日本健美小姐冠軍西協美智子嚟到香港演出嘅。當年係香港電影界最蓬勃嘅年代。日日夜夜喺香港唔同嘅街頭角落，大概係有50部電影同一時間拍攝嘅。香港電影當年部部都叫好又叫座，《雌雄大盜》當年可以講話係一個災難性嘅電影，拍咗半年都未拍到一半，所有演員各有各忙，最後拍到連導演都要換埋人，先至可以繼續拍攝。美智子就係咁嘅情況之下，一直滯留咗喺香港整整1年，先至可以繼續拍攝完成呢部電影。機緣巧合之下，我認識咗美智子，最後成為咗個片場嘅日本翻譯，繼續協助佢同埋無面超人藤岡弘完成災難電影《雌雄大盜》下半年嘅拍攝工作。患難見真情，後來我又成為咗美智子嘅香港經理人，喺短短5年之內，成功幫佢接獲咗大概係20部香港電影嘅演出嘅。喺呢啲電影作品裏邊，本人亦都有機會參加台前幕後嘅製作同埋演出。美智子亦都一度成為香港最有代表性嘅美貌與身手並重嘅日本武打女星。其實美智子喺《雌雄大盜》之前，早喺1984年已經參加過成龍電影《福星高照》嘅演出。佢喺片中同洪金寶同埋胡慧中嘅對打場面，至今令人津津樂道。《雌雄大盜》之後，西協美智子有一部好有代表性嘅作品，大家至今一定會念念不忘嘅。佢同發哥周潤發、劉德華主演嘅電影《賭神》。美智子嘅出現，令到本人喺香港電影界係可以參與台前幕後嘅演出同埋製作。美智子嘅成功，遠去到日本都有所聽聞。日本人無法相信一個演員可以同一時間經常性演出4至5部電影嘅。透過美智子嘅印薦，本人最後咧得到富士電視嘅賞識，成功參與富士電視嘅節目台前幕後嘅演出同埋製作。長達10年之久。喺呢10年征戰當中，本人參加咗富士電視嘅節目製作、統籌、策劃。更進一步嘅就係本人有機會參加日本電視劇嘅演出，包括古田任三郎、古畑任三郎，同埋主持個人嘅電視節目系列 Hong Kong Dragon News。總結。西協美智子係我林三文嘅恩人，佢成功為我打開咗日本藝能界嘅大門。同樣地，我都係西協美智子嘅恩人，為佢打開咗香港電影界嘅大門。不過成功與否，就好睇我哋兩個人自己嘅本事。